娘，我有么个戏？回禀娘娘，此前挂了周义榜，一连数日并无先生前来查榜，今日来了一位喜先生，岂不是一件太喜事？有点，我有毛病，是么个先生？娘娘，王爷还来了禀报，他即刻就派潘喜先生上楼来的。哎呀，又来的，娘家王爷。有年纪，喜先生，娘把你一个人送了。王爷讲，佢脱了过后就唔爱行路啊。喜先生，你为何爱脱靴等了呢？有年纪，你有所不知，作靴等了，脚蹼沉重，会阵痛流板，强痛涌涌嘅风体，用马跳就会失手，就难以团准起平咯。估计我爱脱靴等了啊。喜先生果然与众不同，先生小弟太爱去禀报娘娘。都抢有年纪。娘娘，王爷既莫来，喜先生佢一个人送来了，以此甚好，喜先生下去吧。娘娘，喜先生乃是拆了凤榜，奉了王爷之命来嘅，娘把唔本佢看片，就khiến佢下去吧。我有毛片看乜嘅？娘娘虽讲毛片，不过我看你看来神色不宁，心神不宁，意思拖下去总系不好。我看呐，我还请喜先生看看几好哦。有点。喜先生，抢慢，拿来，那么该呀？缝了线啊！马该缝了线啊！哎呀，你要给做先生嘅，难道你要点动地吗？给我爱抢高啊！给你就糖了。先到嘛，系哪个想出来的呀？天前大马向天阳，风向火焰金方方，放大心脏改痛，将土心肠做中央，哪怪自己不精通。有年纪，感觉许多名医用用看片，全部系天先当妈妈。是呀。哎呀，难怪就难以阵痛，用用潜水的风体呀。此番用反过，有年纪呀。难出境，真的吗？错啊！凭先得嘛，从马跳嘅强弱快慢来判断平情，是要打得准，才能对症下药。那稍有不准，岂不是误害平日？那天先得嘛，气逼不出，那是风吹线头，六板正头。爹啊，用能正准气平呢？
你去家全部好了我儿自己呀。九台上菜，全凭数大马。看平医生是要到平处啊。许先生，果然是个高明的先生。哎，我了得受不了，哪敢前来插播弄子，但是强洋洋平数大马的好啊。这样样样唔系。我表明爱的来意呀。看平还有乜嘅来意？喏，来意真诚啊！好，先生老辈小弟，我爱去吃看啊。都强有年纪。娘娘，许先生讲天仙大马，那一阵看平人，是要平素大马，请娘娘听他。你难道唔知也嘅强了吗？娘娘当年许先生，以你看平嘅来意真纯啊！看平还有乜嘅真诚不真诚？娘娘啊！娘，你是个唔影响，真叫海口你太公，居然男子伤不记，何其先生真放纵。我看啊，我还请许先生看看几好哦。有点请他进来吧。晓得。许先生，请。抢，用用菜蔬，手艺有理。许先生，想来打马？晓得。许先生。哦。用嘅平替应该有新意了吧？好啊！用偏偏世上头父母啊，有世上冷也不透啊。许先生，请。先生，用到底你嘅哪个平？在小儿看来，用应该输了风寒啊。输了风寒，娘办会意思娘错。那爱正看其他的片子，还是要看个用面上的神色，才能谈下天论啊。看神色做乜嘅？哎呀呀，人讲常言道，天之精神常以人言，地之精神常以物管，两人之精神嘛，就常以双目。人讲目中有神，身苦以神救，干后遍地其准。唔但讲能出其平人，万能团其平人。要是莫看什么，就难以正谈此平咯。其次，就请许先生你来看吧。都请娘娘。
望爱天公你行去抢戏先生看片，乃信奉也不准的。是，哎呦，哎呦，有点爱行去爱看片。牛莲姐呀，金娘娘，听讲你行爱看片，去看片敢有爱用去看法，还是天白看到呢？天你拜的，天你白嘛哈？从你他乡对望，眼前光明秀一张，一点滴上流浪，因爱我命门断桥。一匹草，似树草，心着毛高上草，一堂要内心延长，把泪诉来念深藏。娘娘，娘爹，你让我上看那牙刷机档有几少嘅法律？娘娘，凡是你类，当真，娘娘唔信嘛，去个上看呐。哎呀，真经有言。娘娘，我个有言无言啊！我係講法律落單，扶育無效，法律神上，亦有有言。娘娘，你何必問我？我問你，我該娘娘敢唔敢講？恕你講來，多謝娘娘。
上街，几日继续留来，只係門前夾嘅大事，我就做得那天做意。但願佛祖保佑娘娘順心如意。你呀，娘娘。從而看遍路情懷，今日燕把一堂界，有連枝呀！許先生，用辦要係你一個人上樓來咧。係王爺嘅。我家王爺要係將國學轉通了辦嘛？錯啊！有連枝，更用嘅風體。哎呀，點到家聰咧？哈，家聰咧？哎，你做乜嘢呀？哎呀，用我用嘅風體啊，小兒我是無法醫治了。你唔係講已經啲娘娘嘅病嘢咧，用辦你無法度治得娘娘嘅病。我老實同你講，你那係靠唔好娘娘嘅病，見證小香下了，落來去。哦，曉得。用用才說小兒有理。許先生，平身。終已見證太不同，滅雙無平庸。真心意，看出你許先生，請坐。用才是哪有小兒嘅錯位呢？許先生以我家娘娘看病，豈有不錯之理？坐吧。多謝娘娘。但不知娘娘服用了後，身體有感覺輕鬆地位啊？許先生乃所隨意，我家娘娘已經不藥而醫了。不藥而醫。這不知娘娘咪小兒送了前來，有何吩咐呢？許先生，還有一事想問。娘娘請問。許先生，你准想啊？娘娘，許先生嘛，當然相喜呀。你夫妻何處？下里門外。哪個地方？佢下大糊塗，下大村。哎呀，錯，下大村。祖上做好生理。我祖上8胎行義，我已經係第9胎咯。父上享有幾多年？父上有6年。哪6個？父親、母親、兄長、太嫂，還有小兒愛呀。各有5個，還少1個。還有一個。什麼啥？係愛的老妹呀，娘娘，本地你們都按常些，做乜解呀？這。